好，嚟日開集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啊！快少少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埋邊位置戰企飛，中間小飛俠走上去啦。咁啊，再見到中檔位置有彭越啦，馬林中間藍衫大約第4位，仲有實力啊！外邊呢有特別美麗內欄啊，林寶精神啊，最出黃衫黑帽啊，開心宇宙走4踏啊！馬林中間仲有呢隻就本領輝煌啦。咁啊，海船幸運呢，咁啊63大約尾6到嘅，後邊嗰幾匹馬啦。咁啊，分別有瑞奇威風外邊江南勇士，尾3埋邊揚威四海啊，後邊2匹啦，有長勝威龍同埋夢照發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戰企飛喎，開心宇宙外邊呢走咗上去拍住佢噶啦。第3位嘅馬有小飛俠啦，第4位橙帽黃衫就係呢隻彭越啦。響外邊粉紅眼罩紅衫第5位有江南勇士啊，內欄林寶精神啦，本領輝煌響個馬林中間上一啲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實力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內欄63海船幸運啦，特別美麗呢，大約尾5外邊嘅。咁啊，尾4粉紅帽呢就瑞奇威風，後邊3隻揚威四海夢照發同埋長勝威龍啊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咁啊呢隻戰企飛佔先嘅，中間位置開心宇宙開始上嚟啦，埋邊頭位上有林寶精神啦，中間係小飛俠啦，藍眼就係彭越啦，出邊追上嚟就本領輝煌啊，最出嗰邊仲係隻特別美麗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開心宇宙佔先嘅，埋邊追上嚟嘅馬呢有林寶精神啊，出邊特別美麗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彭越啦，咁啊最後100零米埋邊林寶精神喘咗上嚟，終點前將開心宇宙趕過咗，彭越第3、第4名，外邊係特別美麗啊。結果今場賽事林寶精神增程上1600呢，咁啊守一個唔錯內欄位置，終點前將開心宇宙趕過咗，頭2名拋甩咗，彭越第3，特別美麗跑第4。廖康銘飛格得手啊，林寶精神啊，跑完之後先見到啊，跑第2名，開心宇宙急食，我諗住都屙到齋都係第2，彭越跑到第3，特別美麗跑第4。恭喜晒廖康銘啦！哇，連續8期都有頭馬進帳，唔錯金城江都跑得好靚嘅，不過真係都係開唔到齋。嗯。